行长，过来一下。行长，我刚来银行，您给我安排点具体工作吧。安排什么？工作？工作？你还想工作呀？怎么了？韩刚，我告诉你，你刚刚步入社会，最重要的就是人品，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金融系统，为人是第一位的。行长，我人品怎么了？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还想继续蒙骗我们呢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跟马振华什么关系？行长，我没想蒙骗您。行了，你也先不用上班了，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。我本来看中的是你的才华，没想到你人品出了问题。你先回去。爸，今天你就别鼓捣这个了，帮我洗洗菜啊，好吗？好，马上。小安，哎，英子来了，哎，找我啊，帮我一块做饭，帮我包饺子。咱今天呀，好好吃点好吃的。你刚子哥不是头一天上班吗？真的啊！一会儿你冬梅姐呀、安叔全都来，晚上咱们大家啊一块乐呵乐呵。行，好，走。儿子，说话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婶儿，哪用问呢？肯定是因为刚子哥没答应玛丽，就是那玛丽搞的鬼。玛丽翻不起这么大旋风，恐怕就是马振华捣的鬼。我说你们在这瞎分析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吗？那行，妈给你包饺子去，你一个人待会儿啊。进来。任叔，我刚才来找韩刚，可是你手下的人都说，他们不知道韩刚工作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变化吧？我们研究了一下，银行现在还不能接受他。为什么？您上次不都答应他了吗？回去问问你爸爸吧。进来。任副行长，您找我。哦，玛丽啊，你先坐下喝杯水。好。李楠啊，上级决定以咱们行作为银行管理改革系统的试点。你看咱们行的专家哪位最了解世界上最先进的 IS 系统理论和技术？这些资料大家都查过，没有，只有北京的一些名牌大学的资料室有专家接触过。任副行长，你想啊，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，这些新的观念还接受不了。我们想吃螃蟹，只有胃口，没有能掰开螃蟹的这双手还是不行的。老的专家都过时了，新的又跟不上。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金融系统，为人是第一位的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还想继续蒙骗我们呢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跟马振华什么关系？你也先不用上班了，我们研究研究再说吧。我本来看中的是你的才华，没想到你人品出了问题。你先回去。
姨，我是玛丽，我找韩刚。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韩刚，刚子，阿姨，我想单独找韩刚聊聊。你怎么来了？韩刚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，你也别着急上火。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阻力，我都会不遗余力的来帮助你的。哎，你的毕业论文还在不在？在啊。快，去给我拿来。你要它干什么啊？我当然有用了，我不会让你的才华就这样埋没了。快去啊，快点！你到底什么用啊？你别管了，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我走了啊。就这狐狸精，都是他搞的鬼，又来装好人，拉拢刚子哥。小英，哎，姐，你过来。玛丽来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人呢？刚走，他单独跟刚子哥谈了半天呢。小英，我相信刚子，他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。哎呀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玛丽帮着刚子把工作都落实了，我感谢人家还来不及。行，这回你感谢他吧，他把刚子哥的工作又给搅和了。搅和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那刚子呢？屋里呢？刚子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怎么，银行不要我了。不要你了？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怎么就不要你了呢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还不是人家说了算。哎，玛丽不是帮你把关系已经疏通好了吗？玛丽是帮我疏通了，可我和玛丽是什么关系啊？当人家银行的叔叔知道我们俩是个普通同学，人家根本就不想帮了。那也不能就这样了呀，要不然咱们给他那叔叔送点礼吧。我们家这情况你还不知道，冬梅，拿什么送啊？算了算了，分到哪是哪吧，咱也不求人了。爸，爸，有事儿啊？说。爸，你能把咱家存款借我点吗？干什么呀？韩刚的工作又出问题了，他们家又没钱，我想咱们拿点钱帮他送送礼吧。哎呀，闺女，你这心里头就有一个韩刚。老爹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韩刚啊，有点变了，不像从前了。他可不是你原来那个韩刚哥了。
你看他跟爸，您误会了，我知道是跟玛丽吧。韩刚都跟我说了，他们呀就是普通同学关系，人家玛丽也帮他找工作，所以最近走得近点儿，真的。好，咱把钱借给他，这礼送给谁呀？送他们那行长呗。送他们那行长？送他们那行长就能够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？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爸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没法说。